据报道，今年讨论维吾尔人遭受破坏和台湾独立的俱乐部颇受欢迎，但是一位名叫迈克尔·安迪的记者说，在中国的某些城市禁止访问俱乐部应用程序。据悉，该软件已成为中国自由交流的象征，但其限制受到关注。在受到社交媒体严格审查的中国，俱乐部应用程序用户自星期一晚上以来一直受到错误提示。预计俱乐部的软件将在中国面临脸书、推特和 YouTube 等软件相同的网络防疫主题。俱乐部的使用者讨论了东突厥散维吾尔集中营、台湾的独立性以及有争议的香港国家安全法。据报道，约有200名英国学者因帮助中国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受到调查。据《泰晤士报》报道，大约有200名学者因涉嫌违反出口管制法而受到调查。该法旨在防止将高度敏感的知识产权转让给敌对国家。据推测，学者们可能已经将先进的军事技术研究转移到了中国，包括飞机、导弹设计和网络武器。当局还表示，他们对维吾尔人和反对派的压力感到关切。中国回应了2艘美国海军在南中海进行的联合演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就美国在南中海的演习发表声明。王文炳说，中国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并与该地区各国共同维护南中海的和平与稳定。当法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询问南中海的航行自由时，王一炳以同样的话回答。美国海军的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和尼米茨号航空母舰及其攻击小组在南中海进行了联合演习。正在调查中国武汉病毒根源的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该病毒并未从实验室传播。他说，这种病毒的来源很可能是蝙蝠。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代表团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调查结果。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武汉病毒更可能从冷冻产品链中传播。同时，中国代表团说，目前尚不清楚该病毒传播于哪种动物，并补充说，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是从武汉传播。在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被免职的审判是否符合宪法进行表决时，美国参议院裁定该审判符合宪法。在参议员大会于1月6日对特朗普进行审判的第一天，就是否将前任总统进行审判进行了投票。在第一次投票中，有44名参议员表示对特朗普的审判违反宪法，而有56名参议员称该审判符合宪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参议员的50名民主党人外，6名共和党参议员还投票反对特朗普。